常年期第10周星期3，恭讀列王紀上。亞哈布派人召集了所有的以色列子民，聚集了那些先知，一起到了加爾默耳山上。厄里亞走向全體民眾面前說：你們搖擺不定，模棱兩可，要到幾時呢？如果上主是天主，你們就應該隨從上主；如果巴爾是天主，就該隨從巴爾。人民一句話也不回答。厄里亞對人民說：上主的先知只剩下我一個人了，巴爾的先知卻有450人。請給我們牽2隻公牛犢來，他們可任選一隻，剖分成塊，放在木柴上，不要點火。我也照樣預備另一隻，放在木柴上，也不點火。你們呼求你們神的名字，我也呼求上主的名字。那降火顯示應允的神，就是真神。民眾回答說：你這話說得很好。厄里亞對巴爾的先知們說：因為你們人數眾多，你們該先挑選一隻牛犢，準備好，然後呼求你們神的名字，只是不要點火。他們即將人給他們的公牛犢牽來，預備好，從早晨直到中午呼求巴爾的名字，說：巴爾，應允我們吧。但是沒有聲音，也沒有答覆。他們就在自己所築的祭壇旁跪下又起來，跳個不停。到了中午，厄里亞嘲弄他們說：你們再高聲喊叫，因為他是神，或者他正在沉思冥想，或者他暫時隱退，或者正在外旅行，或者他正在睡覺，必須把他叫醒。他們遂更高聲喊叫，照他們的習慣，用刀用槍割傷自己，直到全身流出血來。過了中午，他們仍繼續狂喊亂叫，直到晚祭的時候，但仍然沒有聲音，也沒有答覆，也沒有誰理會。厄里亞對全體人民說：你們到我這邊來。全體人民便都到他那邊去。厄里亞立即重修了已經坍塌了的上主的祭壇，依照雅各伯子孫的支派數目，取了12塊石頭。這雅各伯就是上主曾對他說過：你的名字要叫以色列。用這些石頭為上主的名築成一座祭壇，在祭壇四周作了一個水溝，可容2色亞穀種。他把木柴放好，將牛犢剖分成塊，放在木柴上，然後吩咐說：盛滿4桶水，倒在全燔祭和木柴上。他們就這樣做了。他又吩咐說：再倒一次，他們就倒了1次。他再吩咐說：倒第3次，他們就倒了第3次。水沿祭壇四周奔流，溝裏滿了水。到了要奉獻晚祭的時候，厄里亞先知走近前來說：上主亞巴郎、依撒格和以色列的天主，求你今天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天主，我是你的僕人，侍奉你的命作這一切事。上主，求你應允我，應允我，使這人民知道你上主是真天主，是你叫他們回心轉意。於是上主的火降下，焚盡了全燔祭、柴木、石頭和塵土，也燒乾了溝中的水。
全體人民見了，都俯伏在地說：雅威是天主，雅威是天主。上主的話。今日呢段聖經呢，實在好戲劇化，講到亞哈布王呢，派人召集所有嘅以色列民，聚集所有嘅先知喺加爾默耳嘅山上邊，厄里亞當然在其中。佢斥責以色列民，佢話：你哋搖擺不定，模棱兩可，要到幾時呢？如果上主係天主呢，就隨從上主咯；如果巴爾係天主，你就隨從巴爾。當時嘅人係點呢？聖經話一句話也不回答。弟兄姊妹，今日我哋做基督徒呢，其實都係處喺一個咁樣嘅問題嘅裏邊。點解我哋搖擺不定、模棱兩可呢？點解我哋係按我哋自己選擇嘅標準嚟到去生活呢？如果天主係天主，我哋點解唔能夠專一嘅去敬愛同埋依循天主俾我哋嘅吩咐呢？如果呢個世界係我哋嘅天主，我哋咪跟隨呢個世界咯。我覺得今日呢段聖經裏邊所講嘅，同我哋實際嘅處境呢，都係一樣。當時厄里亞話：上主嘅先知只係淨係我一個人，巴爾嘅先知有450人。我哋今日嘅世界都係一樣。呢個世界對我哋產生太大嘅誘惑同埋衝擊。呢個世界擁有好大嘅力量，但係我哋呢？我哋憑住自己，我哋如何面對呢？但係最弊，我哋亦都唔係依賴天主。咁嘅時候，我哋嘅人生呢，就變得一塌糊塗，不知所以。今日嘅聖經裏邊講到，佢哋牽嚟2頭牛，巴爾嘅先知1頭牛，厄里亞先知1頭牛，而大家嘅做法就係將呢隻牛劏開放喺木柴上邊，而巴爾嘅先知就祈求巴爾咧降火去焚燒呢一啲嘅祭物。但我今日唔再重複讀呢個好長嘅一段經文。如果大家剛才有留意，我哋知道佢哋搞咗成日，甚至大聲嘅叫喊、呼求、祈禱，甚至用一啲嘅器具損傷自己。而邀請巴爾去燒盡呢啲嘅祭物，最終有冇結果呢？冇結果，4個字：徒勞無功。但係最後我哋見到係乜嘢呢？厄里亞先知佢行出一個好偉大嘅一個嘅奇蹟，讓人可以知道天主係真實嘅天主。無論佢挖咗一啲嘅水溝，放好多嘅水，將祭牲放喺上邊。而最終呢，天上降下火，燒盡呢個全燔祭，並且溝裏邊嘅水呢都燒乾。呢個係剛才我哋喺聖經裏邊我哋留意到，但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一點係好重要。當時厄里亞唔係就咁喺度祈禱，求天主降火燒盡接納呢啲嘅祭物。當時厄里亞做咗一樣嘢，聖經話厄里亞立即重修已經坍塌嘅上主嘅祭壇，依照雅各伯子孫支派嘅數目，用12塊嘅石頭建造呢一個嘅祭壇。呢個係非常嘅重要。祭壇嘅目的係咩？係獻祭。厄里亞唔係一個魔術師，佢唔係話只係想做一個好似好吸引人、一個好偉大嘅一個嘅神蹟。但係無論點都好，佢用一個咩嘅形式呢？係一個祭壇。呢個祭壇聖經唔係只係講緊一堆嘅石，係講緊一個嘅祭壇。呢個祭壇係代表住呢，我哋係舉心向上嘅，願意呢去重新將我哋坍塌咗嘅一個處境呢，重新去建立起嚟。今日我哋未願意，無論我哋個人，無論我哋嘅教會，係重新嘅再被建造起嚟。只要我哋願意去做嘅話呢，天主係會悅納，並且我哋相信奇蹟呢係會發生嘅。讓我哋一齊祈禱。天主喺今日嘅聖經裏邊睇到厄里亞先知因着你嘅安排同埋帶領呢，去讓眾百姓呢睇見你
嘅臨在，睇見你嘅大能。同樣我哋今日都懇求你去幫助我哋，能夠有一份渴望去一個敬愛你，一份敬虔嘅心，讓我哋重修我哋各人心中嘅祭壇，讓我哋教會都能夠建築，重新將呢一個坍塌嘅祭壇呢，能夠再次嘅建造。當我哋願意去懇求你嘅時候，你就願意去憐憫我哋，你願意嘅去接待我哋。求你將呢一份復興呢，再一次放喺你嘅子民嘅中間，讓我哋今日面對一個好大挑戰嘅世界嘅裏邊，我哋能夠再次嘅站立起來，並且呢，天主你能夠得着光明。以上所求嘅因主耶穌基督之名，阿們。